欧盟伫6月25的时阵启动乌克兰甲摩尔多瓦加盟的谈判，虽然讲这时间有拖真久，也毋过嘛代表两国甲欧洲的整合有搁加进一步。另外，国际刑事法院是宣布要来抓罗西亚的前国防部长甲总参谋长，也那罗西亚是认为讲因家己都无伫个这刑事法院的管区内，所以这种行动根本就无意义。乌克兰甲摩尔多瓦晋级欧盟，自个伫卢森堡举行的部长级政府之间会议正式启动谈判。The European Union said that they will stand with Ukraine as long as it takes, and now this is the first promise implemented. We will spare no efforts to achieve our strategic goal of becoming an EU member. 先启动集会谈判定书，敢若是有仪式性的意义。欧盟官方爱评估确定符合资格，才真正展开相关谈判作业。加上欧盟的标准人权、各项必要改革，比如打贪、海关政治透明度、农业政策、海关规则等等，拢要符合标准。对于甲俄罗斯相战的乌克兰来讲，领土完整性会是变数，情势也较复杂。这场已经拍2年外战争会安怎结束？他讲，那登回北京特别好这冲突结束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也无了一项方案，就是分别用停止加增加美国军援做手段，逼乌克兰甲俄罗斯坐伫谈判桌。根据了解，川普对相关方案是正面回应。俄方表示，任何结束战争的计划，拢该用国际法做基础。Там, де сьогодні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лінія розмежування, ну не лінія розмежування, там де йдуть активні бойові дії, це виглядає трохи дивно, тому що це Росія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це Росія порушує міжнародне право. 国际刑事法院25宣布，用反战争罪甲危害人类罪做理由，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发布逮捕令。乌克兰表示欢迎，俄国官方是认为这种代志无啥物要紧，尤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根本无包含俄罗斯。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